若果你當選立法會議員，會點樣去配合行政長官喺星期二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嘅時候所作出嘅指示？就今次火災事件需要進行，包括施工安全、日常維護、工程利益、安全用料清單、監管人責任、工程招標、工程涉貪圍標、消防系統運作嘅監督、法律懲罰嘅足夠性等等嘅全方位檢視同系統性改革，以避免同類悲劇再次發生。又會點樣同政府推動災後重建嘅工作呢？各位選民、各位市民，大災咧帶嚟咗我哋好大嘅一個教訓啦。特首已經表明咗會成立一個獨立嘅委員會啦，同埋進行一啲系統性嘅改革啦，避免一啲悲劇嘅重演。假設達成有機會當選嘅話，將會全力配合政府去支援佢嘅工作嘅。我會提出3方面嘅工作。第一方面就係全面檢視法例啦，同埋制度嘅現行嘅消防條例啦、建築條例啦，同埋係咪存在一啲漏洞呢？喺過去呢1星期，其實我自己翻睇咗好多一啲關於招標啊同埋相關法例嘅文件啦，當中係咪涉及一啲執法上邊嘅不嚴呢？呢啲事件都暴露出可能我哋喺監管上邊同埋報告上邊嘅失真嘅問題啦。我亦都會努力去跟進我哋調查委員會入邊嘅工作進度啦，確保我哋嘅事故原因能夠徹底咁嘅清查並追究責任。同時，我亦都會推動一啲相關法例嘅修訂啦，堵塞一啲漏洞，提升我哋執法力，避免一啲假報告啦，同埋一啲劣質嘅工程再現嘅。第二方面啦，其實我自己都嚟自一個創科嘅領域啦，其實亦都要知道我哋一定要必須要引入一啲科技，提升我哋嘅防災能力嘅。我哋必須要擺脫一啲傳統嘅做法，例如引入一啲我哋嘅智慧嘅消防系統啦，利用一啲感應器啊、AI 嘅檢測提升我哋嘅一啲預警嘅能力啦。災後嘅救援方面咧，亦都可以使用更加多嘅無人機啦、機械人啦，協助消防員去進行一啲高危嘅救援工作。甚或我哋可以推動設立一啲網上嘅驗證平台啦，去確保我哋一啲工程嘅報告咧係能夠有真確性嘅，杜絕一啲虛假文件。第三方面就係必須要去成立一啲關於災後重建嘅委員會，去監督翻我哋一啲防災基金，確保呢啲嘅資金係運用得宜啦，同埋係亦都持續性嘅一個資金去支持我哋災後嘅工作嘅。最後達成要強調嘅係，今次並唔係一次火災咁簡單，係一個制度上邊嘅警惕啦。我哋必須要從根本去改革。從法例啦、科技啦、教育啦，去到一個基層治理，全面去提升香港嘅安全水平。達成承諾，假設當選嘅話，必定係會成為政府最堅定嘅合作夥伴，推動改革，守護市民嘅生命安全。請珍惜改變嘅機會，支持青年愛國者嘅傳承。